歡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呢期係正章合集，今次就睇下我點樣4鋪搞掂180分。養成好習慣，先讚再睇。嚟睇第一鋪。卡窿5萬都摸到啦，再入一張就叫胡。哇，嚟就嚟啊！叫胡。6萬你啲反應都冇，你要再講，俾人呃咗。你平時都嚟飲油，啊你，人都不人啊，撩白撩薯撩。純粹好情咩？第3圈搞掂，中10個。第2鋪。突然之間有啲恍惚，確定我哋係喺度打緊有番？個個都唔打番子係嘛？上家忍唔住啦。又係摸卡窿返嚟叫胡，肯定要碰嘅，跑返3、6、9索，一步到位，中15個。第3鋪。照計打9萬會好啲嘅，但係呢場同7索冇咩緣分，直接拆。逢三必求。可惜我冇胡叫啊！依家都唔算太差啦，再碰一個就叫胡。Oh no！ 碰走咗自己嘅2萬。逢三必求，37。叫胡。俾下家啲牌笑死啊！佢係要6、9筒，結果佢係咁摸索子。真係好天細，不過半摸人，同我嚇到啊！你有咩處境26，5條，還有2個。等我嚟幫下家摸隻，仲衰過摸索子。我嚟，中14個，最後一鋪。
好咪幫人俾啲肉，蝦地貴啲，肉俾我打得到啊！咪嚟九索啦！上一把我沒碰到。打蝕部個8索都要俾下家降啦。多虧了你那麼多酒。哎呀，我自己打過1萬啦。OK， 依家都叫糊，3、6索都冇人要喎。操作失誤了，打唔到啊！冇揾下。上家呢個手勢好似想降我咁。喂，喂七萬，怕死是吧？知道我有事啊。死結果。不是有我這麼順利自摸，開2獎多個，中13個，點讚接好運啦！